本人嘅議程前發言嘅題目係優化步行環境，建設安全共融嘅城市。近年特區政府持續落實澳門陸路整體交通運輸規劃，提出構建道路網、軌道網同埋步行網三張網絡，並陸續完善基馬拉斯大馬路空中走廊、松山步行系統等項目，同時推進東北大馬路嘅空中走廊、沙梨頭海邊大馬路嘅行人天橋等工程，致力打造更安全、便捷及宜行嘅步行環境。另一方面，下階段康復服務10年行動計劃中，亦提出推進無障礙立法，建設無障礙嘅地圖及打造新城 A 區無障礙嘅示範地區，充分體現咗政府對共融城市建設嘅重視。相關工作值得肯定。澳門土地有限，人口密集，人車爭路問題一直存在。根據資料顯示，2024年涉及行人嘅交通意外達510宗，2025年全年錄得超過14000宗嘅交通事故，涉及行人嘅個案仍然不少。同時，本澳北區、中區等傳統社區道路狹窄、人流密集，部分行人路空間不足、設施老化，亦有舊式行人天橋缺乏升降機等無障礙嘅配套，對長者、輪椅使用者、嬰兒車家庭及行動不便者造成不便。步行環境唔單止係交通嘅問題，亦係提升城市安全、社會共融及民生生活品質嘅關鍵因素，亦係城市文明嘅重要指標。期望政府持續完善步行系統同埋無障礙嘅環境建設，保障道路使用者嘅安全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3點建議：一、優化舊區步行環境及行人安全設施，建議針對北區、中區等傳統社區開展系統性嘅檢視，結合人流分佈同埋交通黑點分析，優化斑馬線嘅燈號提示、安全島、防撞設施及路口設計，逐步改善人車爭路嘅情況，營造更安全舒適嘅步行環境。二、把握大型基建嘅契機，以完善步行系統網絡。現時，市民運動公園、輕軌網絡、筷子基北灣行人天橋等項目陸續推進，建議同步規劃周邊步行系統同埋無障礙銜接，並逐步檢視如巴博沙大馬路等舊式行人天橋升降機嘅配置問題，推動新舊步行設施全面升級。三、加快推進無障礙同埋通用設計建設，配合無障礙立法同埋下一階段康復服務10年行動規劃，從長者、殘疾人士、嬰兒車家庭及行動不便嘅人士角度出發，將通用設計理念融入道路、公共設施同埋交通節點規劃，打造真正安全、便利及共融嘅步行環境。多謝。